小敏珍，李翔嘅阿爸同李翔失联多年，工伤意外，本期规则数做系糊嘅，行路咩一摆一摆嘅。平时抢做的课，做卡牌演唱的唔上钱嚟过日咧。演现沙飞用硬壳嘅身体，本期就算明明地本人剥削，咩唔肯拜托人听书，一直都往下来经营。这样的意思好诶，俺高本就谈了，也照社会啊，冇因为关系而你卡牌赢啦，就算死在了出也就冇人理由。看你样子，跟我当年最惨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糟糕。对了。对啊，然后该用是亲自直接世界 Q 样呗，嘲笑他，嘲笑他，不跟他一样，你都不会赢过我。我跟你在多，你是他的心魔，心魔，推出去的衣服，嘲笑他。好爱国，我还靠我，没够，别让我够用，别让我够用。压力好大，2届影帝，就是可能从小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爸爸，可能吃喝嫖赌都来，然后让他的童年很不快乐，甚至可能有些阴影。对，还好没有影响到你的前途，对不对？还好没有，你后来没有，我儿子是律师呢。对我有今天不多不少，其实比较励志的是。爸爸曾经也很尽责任，他只是因为劳工伤害，伤到了自己可能哪里不方便，他也要重新振作，但振作不起来，他变成是自暴自弃。自暴自弃的时候我还小，那自暴自弃他还没有管家里，所以导致我可能一个人一个小孩还没有能力去谋生，所以才会在隔壁以晨家吃他们的饭，住他们家里之类的。那长大了，我从育幼院到寄养家庭，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好好奋斗啊，所以才会有今天。所以我一直对你就是有一种怨恨在，我比较没有去帮你站在你的立场出发，说你曾经也想要振作，但是没办法振作不起来。那要條條去看嘛，我所談假講。從前嗰年來，聽我諗過，不過唔可以蓋到，係開始，就可能冇嘅。當你條件比理想好的時候，你是不是應該比理想更好？就算沒有更好，那起碼你可以跟理想一樣有那個鬥志。所以我覺得理想這個角色就是有一種勵志、激勵人心。所以這個角色其實在演的時候，同時間也在鼓勵我、鼓勵我。